吴秋人个人都系什么歌哦？安平之恋。来，拍谱来摇车。来最摇听。民风凯蒂好，好，导播、摄影师、灯光师好，谢谢你们。五哥家族大家好，同风毛刷同事大家好。倒转的船旁，流传几十冬，暗边乱梦，敢有等着心爱的人？阿嬷的故事讲甲心震动，阮也听甲目眶红。 相共也是心内有别人，梦梦痴痴等，痴情的人拢相共，放心爱的人，双手将阮牵，一生一世做同伴。 倒转的船旁，流传几十冬，暗边乱梦，敢有等着心爱的人？阿嬷的故事讲甲心震动，阮也听甲目眶红。 手将阮牵，一生一世做同伴。阮也有美的恋梦，多情话蕊断情香。不知伊的心，甲阮共相共，也是心内有别人。 手将阮牵，一生一世做同伴。谢谢。来，这是咱这吴秋兰啦，安平之恋啊，好听咱这歌曲。我拄则我听到讲吼，咱这位吴秋兰讲我来做厂长呢。无啦，我白讲。真的。啊，无什么长，
厂长是专门在人抢银行的就对了。同事在看你无后白讲哦。啊，那同名同姓呐，没使后白讲安尼啊。跟这美发系列。姐姐她很低调，因为她不敢告诉人家。所以呢，真正无简单呢，你别看到还算女强人呢，啊，这领导咱几多百人呢，你知不知？他总有一个长。真的哦，哈，袂歹啦，因为真正你若咱人吼优秀，自然人会甲头讲，你知唔知？哦，啊，袂惊啦吼，不会怕啦吼。是啊，也是会啊。对啊。两位啊，跟美女不会紧张哎。不会啦，咱开这心都给你加起啊，你也对不对？啊，唱得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很好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哎呀，所以阿伯较接来嘿，啊，甲恁唱厉害，员工甲咱讲者吼，啊，叫伊看咱的电视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今摆有啊啦，吼，今摆有啊，来拍波啊，者来，啊，谢谢吴秋兰啊，那继续咱这秋天4个人争淑芬个人队什么歌呢？相逢相识泪，来唱啥歌嘞？相逢相识。